溫布頓位於西南倫敦松獅，成日話好似香港個跑馬地。咁到底點解咁受歡迎呢？第一，溫布頓歷史悠久，即使係市中心都保留咗傳統英式村莊嘅風貌，唔會有高樓密集嘅壓迫感。第二，溫布頓一直係高收入住宅區，喺倫敦數一數二安全嘅區份。第三，社區發展成熟，當地居民生活都係圍繞住大街，各種民生商店都有，綠化空間非常之夠，再加上成個區份都有好多好學校，連最 top 嘅 IB School 都喺呢度啊！難怪唔少家長都為咗仔女搬嚟呢度住啦。今次我哋獨家代理嘅樓盤 Wimbledon Place 就係近10年入邊唯一嘅新盤。樓盤喺正 Broadway 大街位置，行大約9分鐘就到車站，出去 Central London 亦只需要17分鐘。Wimbledon Place 合共提供135個單位，每戶都設有露台，基本會所設施例如健身室、天台花園都有。樓高8層，同區係非常之罕見，所以3、4樓對上望出去已經有非常之開揚嘅景觀。有興趣了解更多嘅話，就立即聯絡我哋 JLL 仲量聯行。To buy or not to buy off-plan or local properties, assess the risk before you buy. 境外樓花買唔買，計過風險先好買。